而家嘅網絡基礎設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複雜，各大機構都要依賴路由器、伺服器、交換機同其他網絡設備，全天候無縫咁一齊運作。而成個系統嘅核心就係 CPU， 確保系統順暢運行。但係如果 CPU 過度使用或者開始表現唔好，情況就會好快變壞。試睇下一間電商公司搞緊大型限時搶購，客戶流量急升，後台伺服器嘅工作量都跟住大增。但如果佢做 CPU 嘅監控，當使用率開始飆升時候，完全冇任何警報，伺服器負荷過重，回應時間變慢，幾分鐘內用戶就開始流失，棄單越積越多，銷售額即時流失。等 IT 部門發現咩事嘅時候，收入已經蝕咗。其實只要有合適嘅 CPU 監控工具，呢啲問題都可以避免。呢個時候 Op Manager 就大派用場。Manage Engine Op Manager 係我哋旗艦級嘅網絡監控方案，擁有強大嘅 CPU 監控功能。佢可以幫你監控網絡設備嘅 CPU 表現同使用率。只要為設備分配一個 CPU 表現監控器，你就可以監察超過25項唔同指標，包括 CPU 使用率、速度同埋閒置時間。咁你就可以喺一段時間內發現使用率、溫度同其他關鍵指標嘅異常，喺設備出事之前即時採取補救行動。加埋 ZIA Insights Op Manager 嘅 AI 分析工具，你可以對數據同圖表有更深入嘅了解。ZIA Insights 可以提供一段時間內嘅平均 CPU 使用率、最高同最低紀錄嘅使用值、每日增減百分比、明顯嘅高峰或下跌，仲有其他有用指標。你仲可以為每個 CPU 監控器設定 file 值，一旦超標就會收到警報。有3個唔同嚴重程度級別，你可以自訂 nil 值，仲可以冇用 SMS 或者電郵收警報。你可以設定一個重啟值，自動清除警報，佢就可以避免假警報。你仲可以選擇啟用自適應 Q 值，利用先進嘅機器學習算法，自動設定動態 U 值。CPU 監控儀表板可以完全自定，有超過90款小工具俾你哋，咁你就可以喺同一頁面冇晒所有重要指標，實時效能一目了然。你可以喺問題變大之前就揾到裝置嘅問題同埋解決嘅。Op Manager 仲有超過100份內置報告，全部都有分組同埋分類。你可以為 CPU 使用率同效能異常嘅裝置產生報告，咁你就可以提前發現問題，及早採取行動，主動監控你嘅 CPU。唔單止可以防止停機，仲可以保障收入、生產力同埋用戶體驗。有啲 Manage Engine Op Manager，你就可以清楚掌握情況，信心十足嘅保持你嘅基礎設施運作得最好。即刻登記一個個人化示範，預先應對效能問題啦。